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关键，欢迎看2月7日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国内外出名的咸水风炮，今年对正月14号开始到新桥示警，一直到15号元宵暝，要插入整个咸水。上午市府嘛召开记者会，邀请捌算过游客拢来体验，相信一定会留下难忘回忆。为了庆祝元宵，目前咸水街头四街拢当看到大大小小有民众一组的炮声超过200座，将咧抬兵。但抬到时，新桥来到门口，得点燃引信，接受风炮洗礼。根据了解，对农历正月14月更开始到示警，一直到15元宵当天就是礼炮的重头戏。今年市府为了宣传这项不只是台湾上有代表性的民俗庆典，更是列为全球10大民俗的世界性焦点。记者会一开始由咸水国小学生担任起炮的引导车，相当高水气人。会中包括副市长吴宗营、武庙管理人林业林，侪民代甲赞助单位拢到场，相当热烈，邀请游客拢来咸水行春体验。咱台南的风炮吼，会使讲，毋是讲全台湾尔，这世界级的吼。咱今年有3座主要的炮塔吼，在仁水国中。头到我讲的，咱三位主要赞助厂商来处理吼。咱还有200座，200座的小型的炮台。另外吼，咱14、15农历的14、15吼，14月跟15元宵节这2日分5个路线要游行，要游行吼。所以我相信，有来帮过拢会惊啦吼，不过愈帮愈爱来。当年到时除了刺客风炮体验以外，伫武庙广场嘛特别结下官邸也景观大小看12米的大型水舞台，从1月21号开始到2月11，每一天暗时6点开始，拢结下音乐甲灯光来感受水舞的水。当场虽然是中昼示范演出，不过有缘互小朋友看甲笑嗨嗨。当然，主办单位为了让炮声伫4项过程顺利平安，冒过7星平安桥仪式，祈求事事无灾。金鸡报喜庆元宵，盐水风炮赞！今日新闻，本集张伟忠采访报道。开始进行到咸水风炮的民俗文化活动，有人建议想要寻求刺激的，会当对伫新桥后壁面。不过这时一定要注意家己的安全。而到底出门之前要准备什么？如何装扮？透过下面的报道来提醒大家。咸水风炮是台湾嘛是世界级的宗教庆典之一，就希望雷风炮扫除歹运气愈冲愈旺。不过为了让游客拢讲更加欢喜无危险，规身躯安全装备绝对袂当疏忽。上局咸水分队从头到尾提醒大家一定要包甲安安，袂当有芳，包括全罩式安全帽、口罩、高领的衫、为暗棍的大面巾、有高度的棉质大衣、棉质牛仔裤甲手套。另外，小秘诀就是手链。加强的保护，就减1分的危险。牛仔裤吼，棉质牛仔裤先甲穿起来吼，因为这个棉质本身的伊个活性也比较long完，而且用这炮啊，注意也看者，这个纸炮吼，咱即摆拢最主用塑胶子弹，所以纸炮咧弹的时阵吼，伊的硬性较无遐较大，所以比较安全性比较。来个穿上咱大衣吼，这是棉质的迄个大衣，大衣台湾来伊的迄个棉质的。伊的炮芯厚度比较大，但是抓炮咧弹吼，有迄个防护的迄个装备，防护的迄个硬性吼。穿好了后，再来就是爱从这面巾，从咱遮保护好吼，保护好，因为咱炮啊咧震，你若遮无保护好，一样同样你上着咱这阿妈棍这块嘢吼，这都是很容易受伤的。所以大家设安全帽，你只要做开了，特别这边有做一个迄个防护的迄个套。防护套子里头有用魔术扣，也是用迄螺丝，柄锁完，固定啊好，
固定好了后，伊有法度从这啊，再搁加一层的保护吼，1层的保护来个挂起来，安全帽戴上去吼，大家最后看者，这安全帽戴上去。小狗除了大家全副武装以外，嘛提醒绝对袂当穿雨衣，有可能起火衫裤。另外，嘛将区内所炮声检查，严格禁止有火箭、塑胶尖头的炮啊，提供合格标准认证，清楚互游客知影。全面性的跟他做检查，然后贴上这个合格的标志，然后这边我们会贴上。我们写下检查日期，包括管分队去检查的人名吼，拢会签伫内面。这个就是迄个合格证，绝对合格证。副队长嘛表示，希望游客咧咧放炮的时，要保持3到5米的距离，都要保障家己安全，嘛互炮声会当顺利释放。但新闻军及张伟忠采访报道。准备伫3月代表台湾参加特殊奥运滑冰比赛学生考试官，不过日前伫下课途中发生车祸，造成伊双脚乌青受伤，连电动卡车嘛起了。不过考试官依然抱着乐观的态度积极来复健，希望当顺利比赛摕下金牌，嘛卡车佮买回来。这个认真洗车的身影，就是多年来多次被选为特殊奥运国家代表队。筹备选手、考手官，平常时有效伊为着要分担厝内面的重担，就伫咧学校边仔的加油站打工。站长对伊的认真也非常肯定。OK， 他很认真啊，他加油机什么都没有问题。你看那个小小的他洗车，不会洗输人家，他练的啦。他因为刻苦难关啊，所以说他现在撑得过去啊。那学校老师才会这么帮忙他。你看我们站有八个，只有他会受到兼顾啊。真的、哦？对，因为大家很认真啊，很认真。曾经真侪届当选特殊奥运国手，代表国家参加特殊奥运滑冰赛的伊，3月份将要前往奥地利比赛，但伊煞伫咧训练进程来发生车祸。孔宁大学校长黄春怡知影消息以后，也特别前往考手馆做工课的加油站为伊加油打气，也表示校方会尽全力甲协助。那学校知道了以后呢，知道他车祸，脚有点受伤，车子是全毁了，他的电动脚踏车全毁，所以呢，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帮助他，给他一个红包，希望他能够买一些这个脚踏车上可以放着发亮的一些这个工具。另外呢，也会在今天帮他买一个这个安全帽，让他的安全能够再加强。这样子的话，我们才比较放心，他在夜晚的时候来攻读的时候呢，能够提高他的安全指数。那我们也会持续请老师来关心他。个性单纯调滴的考手官，乐观表示，伊的积极训练未受到车祸伤害影响，希望会当顺利参加比赛，得到金牌。台湾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计算全球10大花海街道的白河区林厝皮，为了迎接将要来到的赏花季节，其中赖美花上午也至市府相关单位会刊，要求设立步道照明、平台凉亭、甲安全卫理等等，希望提供赏花民众更加完善的环境。这几天非常受到国内外民众喜爱白河林厝皮木棉道，在开会期间，拢会吸引侪游客。应用将要来到的赏花人潮，议长赖美惠7号上午特别邀集观光旅游局、交通局、白河区公所等相关单位共同会勘，希望改善整个环境，增加步道照明设备、停车场，也有凉亭等等的设施。针对着咱花季进前伫咱周边的环境有椅仔的设备、hiệu亮的设备的不足。包括灯光的设备等等，正爱搁改善的来做一个会勘，来做一个要求。那地方咱的理事长包括民众，拢一再来伫反映着嘛爱有接驳车会当提高班次，会当减少着咱的民众停车的即个需求的问题。所以咱的交通局。嘛要早转去来做一个研究，希望讲会当伫短的时间班次会当去增加，来促进着咱即个游客的方便，包括着咱周边咱有看到整体的管理维护
永续的问题啊，咱原今仔日来做一并的一个要求。议长也表示，林厝皮木棉岛既然已经是国际级的景点，尤其设施也应该提升服务品质。共同会勘的各局处代表也承诺，将会全力配合地方的需求，让林厝皮木棉岛的建设更加完善，提供前来商会民众一个优良的环境。台联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延续张2006地当满9年的专题报道，今日原本台要透过维管大楼等回乡建物甲相关土壤异化区处体中间的过程，来看市府干务局如何补救，让受灾户赶紧对灾难当中重新站起。2006大地当将近1档，中西区文和街13号中建案将顺利完成，希望成为第一个灾后中建示范区。其他第一时间放落的这大楼躯体，包括伤亡上界严重的永康维管等等的大楼，因后续的中建议题更是全国瞩目焦点。当然，东西区的大楼一步一步使人心惊画面，早就已经完全拆除，一步一步恢复平静。不过，地当地住户心中所留下疤痕，却是无形的心理创伤。究竟住户是选择想要卖地离开伤心的所在，或者是配合中建？要整合大家意见，都需要不断协调。当然我是选择放弃原地重建呐。那因为这一次对我来讲，我失去很多的家人、很多亲人嘛，所以我到现在我还没有办法回到那个地方，所以事情发生到现在，我一直都还没有去那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心里还没有办法很平心静气的去面对这个事件啊，对，这样子，所以我放弃重建，对我们有没有帮助？我觉得这样子很好啊，就是让每个人做他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的一个决定啊，所以我觉得这样算很尊重我们呐，对，这一点我是很满意的。所以我们决定采取双轨制，就是想要离开伤心地、利盟新生活的，我们支持他，那用善款呢，买他的这个土地而且优惠的这个价格买他的土地，让他可以买一个相对比较妥适的房子可以居住。那如果真的要留下来重建的，不管任何原因，那我们也会帮助他。那这个离开的时间点已经到了，9月2号已经到了。下一步就是我们要跟想要留下来重建的住户进一步的沟通进一步的了解他们的需求。那我们会帮助他们完成他们的心愿。根据住户签署的同意书来看，类似曹伟林的住户，在117户当中有77个人要搬离开，业绩将土地卖予市府。据此，干务局依照台南市公共工程土地改良物保障住地条例定标准，1楼一坪补助64万1，2楼以上一坪补助56万6，目前已经有72个人领取，核发现款1亿8325万外。至于村内40户愿意配合都市更新重建，原本基地面积490坪，经过核算以后，只剩155坪。市府将协助中建户向营建署提出都市更新的申请。围观的部分呢，有这个107户现在已经发放105户，还有2个医生没有领。那其他这个红黄单的部分那有564户，还剩下8户没有领那它的最高上限是200万那一共发放了这个2亿6000多万。因为2006地震所引发的议题，包括在台南市规划土壤异化地质改良示范区，要作为全国改良的典范以外，干务局配合内政部营建署，也全面启动楼厝建检。目前列管318件，已经完成258件的评估，希望提升耐震的等级。在公有建筑部分，其实政府很早就在做。那以台南市来讲的话，我们大概有这个有318件是列管的那我们目前已经做这个耐震评估呢，已经有这个258件
那258件里面，我们大概都有用这个，每年都有编经费大概7、8千万去做这个修改。0206地震满一冬，一切开始恢复平静。迄段悲伤甲复杂的情绪，只当透过时间来疗养，因为生活也是爱过。检查现况协助灾后重建，现在是补强无度至到100%。不过透过政府补助甲低利息贷款等等的特别方案，会当减轻受灾户的负担，让大家赶紧对灾难当中重新站起。电视新闻管及何超邦专题报道。新新闻节马上登来新闻现场。为自己活，要为别人活。台湾人真的很有爱心。我们接受很多人的帮助要让大家说看到我们能够重新再开始。不一定真的要站起来，心里站起来比较重要。然后即摆健康嘛是你予我的力量。我就哭着跟他讲说，我要把自己生回来。该哭的时候还是要哭，该走出来还是要，就是要开始重新生活。我长大以后想要当体育老师。感谢全世界，谢谢你们。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3次。金鸡报喜迎新春，恭贺新年大吉利。我是台南市议会议长赖美惠，代表议会全体同仁，祝福乡亲好朋友新年事龙共襄，皆顺成，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平安，万事拢如意。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法务行政执行署台南分署配合部内联合拍卖日的政策，第7号举办今年第1摆拍卖会。会中将公开参照 BMW 大车的高级车以及高单价办公桌椅等等，吸有兴趣民众来去办理。在新的一年，首度举办的106年度凤凰城拍卖会，现场来了侪侪民众去办理。这届拍卖商品有高单价的物件，亲像是花梨木办公桌椅以及8声声的钢琴，拢是互人注目的焦点。另外，侪侪拍卖商品当中，车辆也是民众锁定的焦点。其中，这台 BMW 大7竟是拍卖场上界超市的物件。另外，也有侪侪细项的民生用品，伫咧现场单位熟熟咧卖。今天的黄昏市集是结合法务部行政执行署的123联合拍卖。那以后呢，台南分署每双数月的第4个礼拜的礼拜4也会固定的举办黄昏市集。那我们的商品呢，除了有固定拍卖的商品以外，也有一些提供一些很民众很生活的物品，然后也来提供变卖。那欢迎呢有兴趣的民众能够多多来选购，捡便宜。固定2个月举办一届的凤凰城拍卖会。行政执行署台南分署大心为民众设想，会事先将拍卖资讯打伫咧网络上，互民众会当先看，先决定家己想要买的物件，再到拍卖场来选买。
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台湾林景甲网络名人林雅强合作合照网友做爱心已经进入第4档，上午伫永康公所人员志刚甲长辈时代共同见证，将今年募集到20多万爱心善款，全数拢捐予华山基金会，场面相当温馨。为了帮助地方失能、失智、甲失去依靠的老大人，呼应伫年节的时阵，也会当温暖过节。台湾林义正甲网络名人 A 兰林雅强已经连续4档联手号召网友做伙募集年菜基金。今年的募捐活动为1月5号开始，才短短2-3礼拜，就募集到20多万的善款，让人看到少年人投入公益的爱心。今年是因为年过得比较早，那所以这个宣传的时间相对比较少，那所以今年是募集到20几万哦。那可是像去年的话，宣传时间比较长相对有1倍的时间，所以去年也募集到40万。那所以我觉得透过这样的网络宣传，然后号召年轻人来响应照顾这个独居老人，让大家过个好年。我觉得社会上的这个年轻人基本上都有意识到这样的一个这个爱心的行为，也都非常的响应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地方。华山基金会专台募集年菜的活动，到达已经有14个年头。永康区站长朱义俊非常感谢议员甲网络名人伫4档内持续帮忙号召募集年菜，让这个活动会当顺利推行。今年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说，除了我们想，在A 赖这部分有帮我们华山基金会提到，我们希望说帮长辈募集的不只是这个平常过年募集年菜的部分，而是希望帮我们华山基金会募集，就是说平常我们华山在做的这件事情，就是帮长辈去陪医还有去他家做家务服务然后送餐，还有做家务整理，还有原床泡澡等等这些服务的一些我们的服务的经费，希望能够他们1整年帮我们募集。那我们是希望我们华山基金会永康站呢，目标今年要服务100位在地的弱势长辈。对，那1位长辈的每个月的服务经费是1250元。华山基金会永康区站长朱义俊指出，这个爱心的善款，除了作为年菜的基金以外，也将会摕来支出陪同老大人就医、洗身躯等等的费用。今年目标要服务100位的长辈，不过到目前为止，只有募集到3成的费用，不足的部分，希望社会大众会当继续帮忙。但新闻加上林根采访报道。对于在当前，议员郑耀祖大家向日葵社会福利关怀协会、蔡介雄文教基金会等做伙举办元宵活动，并且每一档拢会制作花灯，让民众免费来索取。而今年拄到过年，所以主办单位特别以在日生上转来后头厝作为主题，希望为这几档来元宵活动做一个圆满的结束。由台南市向日葵社会福利关怀协会、甲蔡介雄文教基金会以及市议员曾玉珠共同合办的元宵节活动，今年已经迈入第13档。最特别的是，该活动为民国94年首办的迄档是鸡年，到当已经浸满在日生上的花灯。因此，这次特别以在日生上回娘家的主题，要为这个元宵节活动做圆满的结束。同时，有收集几套花灯的民众，只要翕相传到议员的脸书报名，就当得到精美的礼品。我们当初第1年的举办，刚好是遇上鸡年。那因为对这种花灯的制作还没有那么熟悉，所以这是我们最创始的一个金鸡跟银鸡哈。那后来陆陆续续的整个DIY 的这个花灯的创作因为有另一方面的那个资讯，所以我们的现在目前所做的花灯都相当的亮丽而且又不一样。那13年我已经刚才有特别提到，13年走来不容易啊，而且竟然有那么多的乡亲，每一年都会自动的来询问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还要再办元宵节的花灯，让我们听得起来相当的欣慰。那这一次我这个刚好13个年头，那也等于符合了12生肖所以在这边特别慎重的邀约，你有收集到这12生肖的好朋友，是不是回来跟我们一起见面，
然后大家共同在享受一样不一样的一个亲子的元宵节活动。记得巴黎的12生肖啊，让我们知道，然后让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么一个对我们这么忠实的好朋友，乡亲父老啊，所以把这个讯息让我们将送一个非常完美的纪念品。该活动2月10號下晡5點到9點，將地點市議會頭前的廣場舉辦，5點半開始免費領取會展。同時現場皆有精彩的舞蹈、音樂表演以及彩燈禮甲捏面人的活動，要讓民眾感受熱烈的元宵節氣氛。但新聞站上林根採訪報道。為佇台南生活美學館第1甲第2展覽室陸續有推出新的展覽，最近包括書法、水墨、油畫、攝影甲雕塑等等，總共100多件作品，毛筆就是迎接今年新的創作，做回來欣賞。創會超過20檔的台南市文藝作家協會，每一檔攏收集會員優秀的作品來展出，因長期接觸藝術，而且年齡層分布真闊，有資深的，也有少年一輩藝術愛好者。這屆因佇咧台南生活美學館第2展示的作品，有濟戰國時期的字形、甲骨文等古文字的書法，也有油畫，甚至是用紙做的雕塑品等等，豐富又閣多元。文藝作家協會時吼，就是以民國70年時，就是朱兆元書法大師來創立的。伊早是以上，伊個咱的校長、退休的公教人員、公務人員啊，退休的，啊，佮帶動一寡迄一般家庭主婦愛畫圖、愛創作的人來結合，包括內底做詩、做詞、做曲。個音樂嘛是有那有，攝影嘛是攏有個啲啊，所以講吼，伫咧即個吼，即廣泛這個藝術的時候，一個平台上吼，每一個人都要互相帶動，老的人啊帶動少年的，一直延伸到即已經有37年，係啊，啊所以今年以雞為主吧，吼金雞年以雞為主，有那有畫一寡吼較新的作品，講啊伊雞啊，啊無做詞做詩的時候對啊，所以嘛一寡有雞的金雞。迄個算他的感受來做一個那個展示。迎接金雞年，也有藝術家依照着古冊所描寫的狀況，來創作出雞的5德作品。頭戴冠，文也頭戴冠就是頭有戴帽子，文官嘛，文官戴帽，錦衣歸鄉哈，錦衣還來，然後好來竹有據，這個就是據，像歌可攻可守哈。可以戰爭用的，就竹有據，所以是武也哈。好，那勇哈，勇是毅力感鬥啊，鬥雞啊，這個怒髮衝冠啊，是勇氣十足，所以是勇也。好，勇來，那個是人，武德之人，見食相呼。他看到有食物，一定會分享給他同伴，就咕咕咕，請他同伴來一起享用。所以有人講義，也有人講仁呐，哈。啊，信就是守夜思成。守夜生成，聞雞起舞，哈，雄雞一鳴天下白，所以叫做信也。另外，喺台南生活美學館的第1展示，由木筆風華，有6位藝術家融合了無同款的創作思想所共同展出的，呈現出東方甲西洋的無同創作風格，也歡迎民眾前往欣賞。台南新聞網站張偉忠採訪報道。接下來關心天氣變化。明仔是濟風有時好天天氣，溫度16度到20度，落雨記錄一成，海面平均風力6級到7級，上大陣風9級。感謝收看2月7號的中嘉台南電視新聞，咱再會。